有一款英式航空飞弹，顶个月在退休。但风声美国是想要甲咱买，送过互乌克兰用。28天，互世界卫生组织列入2B顶级的致癌物，像林糖、可乐6000外种食物，拢有含这款物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咱台湾是有一款美国的英式航空飞弹，顶个月底已经退休啊。迄阵是风声讲美国想要甲咱买回去，送过互乌克兰用。学者就认为讲，咱台湾的这批货等于就是现货，美国检查一个就当送过互乌克兰用，比做新的较紧。就社区准备英式航空飞弹伫台湾服役63年，今年6月底退役，军团出美国友谊，要甲咱买回去，即个用伫个军事援助乌克兰。国防部只是表示，武器系统态度处理拢依照规定来执行，对详细情形并无说明。在乌克兰战场上面，还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去为它进行短程的点防空，或者是短程、中程的这种中低空的防御，直升机或者低空的攻击机、战斗机等等的，其实都是可以用英式飞弹很有效对抗的目标。根据空军统计，英式飞弹系统服役期间，炸落的命中率达到90.4%。学者分析，台湾有现货，美方即要买回去检修，就先马上提供予乌克兰，而且由美方出面，sẽ大幅降低国际政治的敏感。对着国军态度英式飞弹原先负担的防空任务，该由国产的天宫3型航空飞弹来取代，强化国防自主的能力。美国国民兵部署装甲车执行任务，为着强化台湾防卫的能力。美国国会继续推动台美国民兵合作，不过美国国防部表示，还未讨论纳入台湾。Taiwan is not. There have been discussions about admission there. The process that we work with every nation is that there has to be a request from the nation. 查纳讲，国民兵甲其他国家有例行性合作，亲像挪威甲明尼苏达州联合运作50多年，到去年才纳入批判的计划。学者认为，台美若成合作，一旦台海发生冲突，台美军事对支援甲协同会更加顺。另外，伫这时间点传出相关的消息，也是将建立无情绪来达到合作强军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7月24要去访问日本，要看这日本的企业敢有违反人权的行为，而且因会加强调查杰尼斯演艺公司前社长喜多川的性侵案。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乌克兰的军方证实，美国的集束炸弹已经送到位啊。乌克兰是希望会当帮助因的战局，由这款炸弹杀伤力真强，所以讲乌克兰是有答应讲，袂伫咧百姓聚集的所在使用。英国《Times》报道，今日法国国庆日，当地煞是当咧暴动，所以讲政府是宣布讲，袂使卖烟火，而且佫加派45000的警察加强巡逻。刷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核准一款唔免医生开药单，就会当买避孕药乌票，预计是明年就期。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联邦贸易调查委员会质疑讲 AI 若是发出假消息，就会伤害到真侪人，所以讲即阵是要调查 ChatGPT 的开发公司。泰国当选总理，不过唯一的候选人前进党的皮塔票无过半，等于就是无人当选。后礼拜三就爱阁选第2轮。根据泰国的选举规定，这候选人就要摕到超过一半选票，也就是376票才有算当选。不过这回皮塔是敢若摕到324票，也阁有差52票。这个皮塔是北政党联手推出的候选人，因迄几个党就已经占312票啊。这算起来，虽然皮塔是有掠外摕到其他的支持，不过优越也是无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保守派军政府已经掌控250席，皮塔伊即阵是有一个政见是要修无犯君主法，不过这项政见是甲人保守派对立，所以讲这票就真歹抢起哩。虽然皮塔讲伊袂放弃，不过这北政党敢会继续支持伊，也是讲人着改派家己的人选，也阁有真侪变数。泰国国会拜是一个一个点名投票选总理，另外上千个皮塔支持者心境嘛变正红，若有人投赞成票，就拍炮啊画好。
不过到尾皮塔敢若摕到324票，无法度超过376票，超过一半的条件，头一轮投票无法度过关。But I'm not giving up. I'm going to strategize once again to consolidate voice just to make sure that we reach 376 later on. 领导前进党选赢大选的皮塔，在众议500席次当中，得到八大党联名312席的支持。不过参议250席全部军方指派，其中敢若13个参议员伫头一轮投赞成票，其他出席的参众议员拢总182票反对，199票弃权，加起来比赞成的议员加为少。皮塔认为部分议員是受到壓力，才會選擇棄權，還是無出席。所以一寡支持者失望的心情看現現。เหมือนก็ผิดหวังยอมรับเลยว่าผิดหวังนะเพราะสิ่งที่เราคิดไว้ตอนแรกว่าอย่างน้อยเนี่ยน่าจะ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นี้น่าจะได้มากกว่า320กว่าเสียงอาจจะสักเป็น340ก็ได้แต่พอเหมือนกับว่าทางสวที่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คยบอกว่าจะโหวตให้แล้วในวันนี้ไม่โหวตให้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มันก็เหมือนเป็นการที่ว่าเฟลสำหรับเราในบางส่วนมีค่ะมีแน่นอนค่ะคือเราไม่ว่าจะโหวตรอบไหนเราก็ยังเลือกเขาอยู่เหมือนเดิมยังไงเราก็มั่นใจว่าเขาต้องได้เป็น4 ปี 5 ปีก็รอยังไงก็ต้องได้เป็นค่ะ有分析指出，前进党提起修改真济人议论的模范君主法，受到保守派强烈的反对，这是皮塔无法度得到有够支持的原因之一。不过，进前皮塔已经表示，未对这个竞选承诺让步。第19第2轮投票一定又搁将赢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好莱坞有几落个工会要求改善因的福利，限制 AI 侵犯因的权利，若无就要罢工。不过，这阵演员工会甲制作人联名的谈判已经破裂啦，所以讲，这寡演员宣布正式开始罢工。有一寡较出名演员拢提早离开现场，要甲这场罢工活动赞声。这是好莱坞63年来头一届编剧甲演员同时罢工，所有的电影、电视剧拢无法度拍。克里斯多夫·诺兰执导的战争传记电影《奥本海默》在伫伦敦举行上映，麦特·戴蒙、艾米丽·布朗、乔许·哈奈特这主要演员拢出现在红地毯。只要知影讲美国演员决定展开罢工，拢提前来离开上映会，表达支持。And then if they call a strike, we'll go home. Both the writers and the actors to kind of set the ground rules for the future because, so much is changing so quickly. 拥有16万会员的美国演员工会甲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在甲资方，也就是电影电视制作人联名的协商破裂，亦提悬串流时代基本工资，保障工作权，维护人工智慧取代这条件，无同来达成共识。迪士尼执行长艾格也讲，演员甲编剧要求无切实际，会伤害演员无完全对疫情中来恢复的娱乐产业。了后，演员工会投票一直通过罢工。以戏剧影集《天才保姆》红起来演员工会主席法兰德雷雪批评资方的态度真激气，实在是伤贪心咯。How they plead poverty, that they're losing money left and right when giv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to their CEOs. It is disgusting. We are labor and we stand tall and we demand respect and to be honored for our contribution. You share the wealth because you cannot exist without us. 美国即阵面临63年来头一摆编剧甲演员相残的罢工，今年热天有定的真侪拍片甲宣传拢受影响。电影甲电视制片人联名表示遗憾，讲工会选择一条会为无数业界人士带来经济困难的路。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日本福岛是按算后个月就要甲核废水漏入大海啊！除了美国迄边是讲尊重科学判断，即阵欧盟嘛宣布无要搁限制福岛的食品进口。不过，伫咧日本附近的南韩，有真侪民众烦恼食到有问题的海产，拢较无愿意去买。所以讲，即阵水产市场的生意是加足歹。日本福岛事故相关产品会得到欧盟全面解禁。The European Union side, we agreed to lift the remaining restrictive import measures that were linked to the Fukushima accident. 欧盟讲，决策的理由是依照科学证据，原本福岛甲其他高悬的野生菇类、部分鱼类甲水产品，爱提供检测的证明，才会当属于欧盟限制的全面取消。EU が日本産食品輸入規制の撤廃を決定したことは、被災地の復興を大きく後押しするもの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高く評価し、そして歓迎いたします。
外国媒体阁报道，欧盟上可能后个月就会解禁，双方阁同意今年解决欧洲农产品进入日本市场这个问题。这个消息公布的时间点，就伫福岛核废水排放前，对日本来讲明显是一个好消息。不过，附近的南韩民众唔是安尼想。虽然南韩政府认可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提出的报告，不过韩国民间也是强烈怀疑这个保证。核废水也未开始排放，水产品的批发市场已经变甲冷冷清清。Sales have fallen to half the amount they were before, despite media outlets and the Ministry of Oceans and Fisheries saying that there are no radioactive substances like cesium in the water. 大商生意歹做，渔民嘛无好过，因为鱼货卖袂出去，一寡渔船归期营营拢停伫港口。Us fishermen depend on how much we sell at what price for a living. But prices have fallen to a third of last year's prices. 为伊销量增加真济，是会当放较久的海盐，也甲已经打熟的海菜。民众抢要伫福岛排放核废水前先买起来炖。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6000外种食食内底，拢有含食到的甜甜阿斯巴甜。不过，即阵说是去互世界卫生组织列入2B等级的致癌物。这个等级就是讲怀疑的致癌，不过目前也阁无证据通去证明。这类内底是有300外种物件，亲像这手机的辐射、泡菜杆、咖啡，拢是伫咧这类内底。所以讲，其实毋是食到就会得癌，是食超量才是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若是用体重来算，一个60公斤的人，一天是爱食9罐到13罐的可乐才会超标。不过除了可乐，亲像冰淇淋、寿灵糖内底嘛拢有阿斯巴甜。所以讲建议大家若是要食好料的，这量也是爱食的。阿斯巴甜是真接看的人工甜味剂，甜度真悬，活近蔗糖的200倍，不过差不多无热量，常常用来代替灌果糖糖浆、蔗糖还是焦糖来做代糖使用。市面上有活近6000种商品有加这种阿斯巴甜，像讲起膏、寿灵糖、优格。加烧的药水，也有一寡讲做无热量、无糖的可乐果汁。虽然这种化合物使用这么多，不过为1980年代上市了后，阿斯巴甜的安全性一直有议论。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2大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委员会，对全球有几多千份科学研究进行分析了后，则是宣布将阿斯巴甜列作2B级致癌物，意思是对人体研究的致癌性证據有限。动物实验的证據無充足，可能是致癌的因素之一。So the working group classified aspartame as possi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 that is group 2B, based on limited evidence for cancer in humans. This was specificall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hich is a type of liver cancer. 刚属2B级的致癌物包括着芦荟提取物、亚洲的酱菜类，也有目光的工作等300多项。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的摄取安全限制，要按照个人体重来计算，每1公斤40毫克。So if consumers are faced with the decision of whether to take cola with sweeteners or one with sugar,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a third option considered, which is to drink water instead, and to limit the consumption of sweetened products altogether. 营养专家特别指出，厝内饭桌顶上好莫放有糖的饮料，以免囡仔养成爱食甜的习惯。另外，佫强调有一寡证据显示，甜味剂对减肥无效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接落来带大家看一张网络顶悬的影片。这加州的海边啊，竟然是有一只海兔挖进游客，佮抢人的储婴棒。真侪人看到拢讲真古锥。不过讲到底，这海兔也是野生动物，所以讲当局就警告民众要注意伊会有一寡攻击行为。一只海兔爬起伫储婴棒，少年囡仔倒海正海想要甲伊吓走，无想到海兔是愈爬愈过来，少年囡仔只好先甲储婴棒放开。边仔民众拢真好奇，这只海兔到底是想要创啥？少年囡仔这时阵趁这个机会掠储婴棒的另外一边，无想到后一秒，这海兔竟然知影用身体爬起哩，轻轻松松就互储婴棒规个变过去。
亲像遮尔好，互边仔民众拢一直学到。楚英邦的主人只好搁一摆甲手放互开。你来我往抢楚英邦的这出戏是发生伫美国加州圣塔克鲁兹的海岸，真新式的画面互放起伫社群网站，真侪人拢在讨论。事实上，这只海豚毋是第一摆含人类安尼耍。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发表声明讲，这只母的海豚差不多5岁，是伫伊的妈妈红掠到的时阵出生的。3冬前才甲野放，身躯顶阁有追踪的记号，但是最近伊的行为愈来愈大胆。有关单位烦恼讲，伊有可能去攻击人类，即马准备要甲掠倒来安置。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美国一间新创公司是正咧推广地热系统，因是伫咧徛过定涂骹底带光线，吸收涂骹底热量，用这款热量来调整厝内温度。亲像纽约的寒人，平均干那2度尔，不过涂骹底是有12度，甲因引起来了后，等于就是纯天然的烧气。工作人员伫纽约一个自体真广场钻空，侵入地下将近152公尺的所在，带塑胶管线，用来吸收地下的热能。迄个所在温度全年拢真稳定，差不多摄氏12.8度左右。尤其是纽约的冬天，大部分干那2度，甚至会降到0度。管线内有一种导热的液体，会吸收地下的热能，再搁透过装伫地下室的热泵浦，把热能释放到厝内。热天的时阵，这个地热系统原来会当用同款的原理替厝内降温。最近这几年，美国的电价大起，纽约一间新创公司当地推广地热，目标是要让普通主体拢会当用到地下的地热能源，达到省钱节能。A typical home using fuel oil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so let's say New York, but anywhere around here, might be spending $4,000 to $5,000 a year on fuel oil and air conditioning bills. That same home will probably be spending about $1,000 a year on electricity with a geothermal system. 美国嘛看好地热能源提供更加侪补助。On the federal level, we have the investment tax credit. A lot of states also have state tax credits. So, for example, here in New York, there's a $5,000 state tax credit. 虽然美国提供诱因补贴，互各社区会当设地热加降温，不过依照市占率来看，比起欧洲20%的占比，美国主体装设地热系统的比率仅占1%。原因就是影响景观，也甲各地区无熟悉地热引起的。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